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5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7篇，箴言第2章9到15节，路加福音第19章1到1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听与行。基督教的信仰强调实践，听和行的合一才是真信仰。我们昨天有提到，如果我们基督徒只愿意领受来自信仰的祝福，却连敬拜上帝都不愿意，就连传福音的呼召都不愿意领受，那么我们的信仰是否是真的，就必须要认真思考也可能受到质疑。在圣经里面，我们分几个层次来说：听道理 ，listen， 然后要进一步到明白 ，understanding， 然后要付出行动力 ，action， 这个有可能是呼召这个部分。这是一连串的信仰行为，不能只停留到一个跟随者初信的阶段，也要进到这个学习者所谓的门徒的阶段，然后最终还是要进入到受差遣者使徒的阶段一样。这是进阶的，是往前的，因为听到的目的是为了要行道，成为行道者。基督徒的信仰不能永远只停留在领受者、跟随者而已，应当进阶到有行为能力的人。这几天我们提到了追求上帝的智慧之重要性，在箴言第2章的经文继续的告诉我们，你若听从，就会明白什么是诚实、公平、正直，知道什么是你应该做的。你会成为明智的人，而知识会使你欢愉，你的远见会维护你，悟性会保护你，使你不至于做错事，并使你远离那一些以口舌惹是生非的人，远避那些背弃正道、生活在黑暗中、喜欢作恶、以邪恶为乐、走弯曲道路、不可信赖的人。这是上帝的智慧，是帮助我们走在正直的路上，成为别人的祝福，并且要有反省的能力，也能够愿意自我检验是否一直走在正道。以赛亚书第30章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回转向上帝的时候，就必能够听见有声音说，圣经这样说，无论你们走偏向右边或是偏左边，你们会听到后面有声音这样对你们说，这是正路，要走在其间。基督徒必须先明白上帝的旨意，了解上帝的教导，听到上帝的呼召，然后才能像保罗一样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成为一位领受呼召的福音使徒。又如同箴言第22章第6节，
圣经说，教导小孩子走在合宜的道路上面，让他到老都不会偏离。走在上帝呼召的正道上，也就像如同这个保罗一样的顺服，才能够不走在偏差的道路上面，才能够成为一位蒙上帝喜悦的使徒。在路加福音19章第1到第10节当中，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告诉了撒该什么事情。我们只看到记载说，耶稣基督说要去他家拜访，并且去他家做客。而在一旁的那一些假道学的法利赛派的人，还是跟往常一样，只有批评。他们说，这个人居然到罪人家里去做客。对于真正的真理的教导，这些人只有意识形态，却不明白。反倒我们看到那一位被法利赛派的人和教导这个经学的人看为是罪人的人，他真正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到了他家以后，他的生命的转变，他就决志的说，主啊，我要把财产的1半分给穷人，如果我诈欺过谁，我就还他4倍。这一位在社会上不被接纳、不被犹太人看重的罪人，却是一位领受救恩然后有行动力的人。他不打嘴炮，却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悔罪，并且真正的付出了行动，让自己的悔改成为真实的祝福之来源。针对他的悔改，耶稣基督这么说，今天救恩来到了这一家，因为这个人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前几天，当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谋杀案件发生以后，也看到了许多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却无法代表台美基督徒尔湾教会，特别是那些当事者的心声。甚至还看到了有人分享一首诗歌《和平之子》，这是一首非常美的诗歌，但是牧师认为在这个节骨眼上并不适合用来作为安慰这些受伤害的人们的诗歌。因为真正该放下仇恨的人，不是这一些受伤害的人，而是那一些暴力分子。很多时候，我们的言与行要合一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常常说错话。最近因为确诊的病例非常的多，过去2年多来，确诊这件事情好像离我们的非常的远，但是现在却是离我们非常的近。我们几乎随时都可以听到周遭的有人确诊了。有人在医院门口看到他所认识的某个人在排 PCR 的检查，在回家之后呢，他就非常热心的在他的脸书 po 文
代祷。他说：“请为某某人代祷，我看到他在排 PCR， 应该是确诊了。”在外表上看起来很棒的代祷信仰跟关怀，但是却为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困扰甚至伤害，因为这个直接就侵犯了人的隐私。信仰的听与行的确是需要用心去明白了解，才能有好的实践。诗篇67篇，上帝啊，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求你以仁慈待我们，求你使全世界知道你的旨意，万国知道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人人称颂你，愿万民称颂你，愿万国欣喜欢呼，因为你以公义审判万民，你也带领世上各国。上帝啊，愿人都颂赞你，愿万民都称颂你。土地生产谷物，上帝，我们的上帝赐福给我们。上帝赐福给我们，愿天下万民都敬畏他。恳求上帝让我们了解成为基督徒的呼召，因为我们不只是蒙福而已，我们更要成为一位有听跟行合一能力的基督徒。求主赐恩，赏赐我们谦卑的态度、智慧和实践的能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